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伫庙方做事，下个时节就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了下我们去小鸡强庙，然后变做了下时行嘅网红，现个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来去了哦。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。阿爸你好，我去神山桂凤庙，你啊神山桂凤东县嘛，要东县嘛？东县，我去拜拜，我去拜拜。好，顺梦你的，好，你的大嘴骨哈。我那没有动胎呢。你厉害哦！你一般庙方无看到的，神机头，大家都伫神殿头，西来拜，但你神机头迄西门会拜的。你客家美人会盼你了6对300年嘅法通，古所有了无共样嘅祭祀方式啊。一般嘅神山桂凤庙啊，金山、面山、托山、三凤爷，迄金山桂凤天洞龙做主，但迄两片迄托山桂凤做主的，雾面呢？还有看到洞龙哦，你啊个凤凤那个玉玺，你还托山桂凤以潘思请用的。哦，继续有看，你啊像俺家讲的，一般拜八公用神殿板、用凤板嘛，就迄两片。还有看出门一个御风千山公侯，奉天清风的，因为个山山国王护驾有功，好不说封他一个诸侯。唐讲你念意思就加几年，哦，两片要做一个台戏啊，要做台闹年啊，规中条嘅人全部要来。我真係想留下來聽書啦，但係我冇時間，我會請朋友啦，故所就先咁樣咯，拜拜。两位是猪，唐菜天人讲，一定会来俩吃俩饭汤，哦，迄菜天最有名的，哦，冇食到就算冇来过啦。小家娘，哎，你好，我说俩菜天有名的，你老爱推荐的哦，饭汤，好，哦，你那边有卖饭汤嘛，哈，我唐菜天人讲那边有懂好吃的饭汤啊，那我唔知其上都有蛮咸的，是谣嘞。来哦。哎，葱行饭汤来哦。是梦相错。好。我访问一下，你迄嘛在葱啊，国语叫尾鱼。你讲一摆，客家语嘛讲。葱啊。葱啊。葱啊。睇摆糖多了，葱啊。好，你啊，虾饺虾币。虾币，好啦，饭唔好讲咁多，我先试看。哎，好吃，吃一口看看。哎，董后生呢？那董兄在台南在咸粥，肉感扎实，料多大碗，很鲜的味道。北部人拢讲泡饭嘛，南部人讲卤汤、饭汤啊，就是饭甜啊、蛮香，爱摇摇啊，你烫，冲落去泡饭。现在烫哦，清早2-3点就放落，用漂流木落去烘的。你通常去看你个小炒的地方。来，我等来睇后面。来等来看用的烧，用的煮。好。也比如喺外睇空旷的地方，用也爱菜味漂流木。你自家做的哈？哎，厉害哦。哎呀，如果烧菜味安尼。哎，咱听数。哦，好啊。好。哎，安尼，放入去烧。哎。要滚几久？哦，要滚几日哩呢？凌晨2点钟开始煮。几日你得按煮火煮。我有安尼婆婆啊，安尼妈妈同埋整菇啊。了解。那是如果火锅硬，火也锅软，火锅焖火安尼。哦，你一碗饭同太太嘅学问哦。我打开来半看也地边买的好料啊，煮豚骨啦。同样呢。特色都会安尼啦。哦。小菜味的。哦，爱用自家晓的啦。你爱用毛条如何做嘞？
当然爱用菇火，系啊，爱古火啊，你就切家老家娘，嘿，哦去火水那边酿俩菜，嘿。来烧哦，当好。甲佢有迄上面啊，烧炒迄顿烧鸭丝好啦无中央。下一摆嗰酿菜的时间，俺咱们请料。好，俺咱然后你开始。答应来。嘿，好啦，俺差不多，俺个继续说，好，申报俺走了。好。系啊，好，申报你一碗洗碗嘅桶翻桶，翻桶桶翻，稍稍分不清楚。太太嘅好门哦。错，厉害，客家好成球。好，哪里？好，好，来去。好。大概有通到送无？个水茶去打个送盐。你啊2 Q，迄硬朋友的，硬到你啊亲戚了的，吴太哥，吴大哥 ，Hello， 哎，吴大哥，思酿有省的头家哈，哎，大老板，好久不见，有没有看到好久不见？对他今天要请我吃鱼，我才找他玩的。我刚刚在你婶婶那边吃那个哦，阿姨那边吗？对，那个汤饭汤，哎是我们这边最好吃、最特别的饭汤。哎，你这2 Q 是在养什么鱼啊？啊，我这2个养的是乌鱼，端午的午。哦，早期是因为我们在端午节的季节会捕捞到，所以渔民把它称为乌鱼，就像50水乌溪醉的意思。它这个鱼的特点是它的油脂很丰富，肉很细致，所以我们会把它加工成一夜干这样。一夜干不是一种鱼就对了。哦，没有，一夜干它其实是做处理之后，经过1个晚上的冷风风干熟成，所以它是一个制作过程。对，制作过程。什么鱼的品种都可以。基本上它要油脂多，然后肉质细嫩，它做起来才会好吃。那以目前我们养殖的鱼种来讲，乌鱼是最适合做成一夜干的。哦，你那边有现成的吗？有啊，蛮多的啊。真的假的？那不如我们先抓个鱼来做一夜干，做好之后我们再吃。体验一下。来，这片的啊。嘿，好。然后我甩给你看。好。那个手抛网要怎么抛？哎呦喂啊，这么简单？对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就抓这个套子，然后把它整理一下，然后这边放地板可以哈。对，轻轻的出去，它就开了。好。对，来，你要不要试看看？来咯，1、2、3。啊，哎，我们用的胸某大口呢。有没有在抖动的感觉？没有嘞。没有，那就是没有抓到鱼。哇，胸某，改一摆。3、2、1，甩。有没有？有开，可以吧？有没有？有开。有的挑，成功了。哎有哎。对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哦，有的挑。哎。题牌料理量哎，五仔鱼，蝴蝶，用鸭呗，有枪嘛？那我们就是用薄眼的方式，薄薄一层，对，拍一拍，拍抹平，好嘞，这样就好了。大概等个半小时，让它的体内的水分出来之后，我们再上酒精。哦。酒精的目的是要消毒，调味。像日本的话，他们是用他们的清酒，那我们就用我们台湾的米酒。哦，那我是用台湾的料理米酒，再加一些我们自己的秘方是特制。1下2下，对，然后翻面，好，然后再喷1下2下，对，好，继续，很好，香，好熟悉的味道。这个是我们台湾的骄傲，台湾料理米酒。
刚刚太阳太大了，不适合钓，所以我们等它大概傍晚的时候才能拿出来钓。来，我们现在呢用挂钩呢穿过我们的2片筛盖中间挂上来。一起来吧。来，一夜干就是我们把它放到明天，经过1个晚上，所以叫一夜干。它一夜就会干哦。我们就是让它的表面的水分缩干就好了，不是整个鱼都干燥了。那这样子可以保存多久？我们如果把它真空包装，然后冷冻的话，放半年都没有问题。你啊，会买会哪会买？一般没有处理的五仔鱼呢，我们各大传统市场都有在卖。那如果说是有处理过的一夜干呢？一夜干，对，一夜干。我当然是建议你直接跟我买就好。啊，大家做的用路当不会查，唔太个油麦啦哈。吴大哥，请问你哦，你这个鱼养的区域会影响五仔鱼的品质吗？如果以我们屏东来讲，它1年4季都蛮适合的。它顶多是寒流来的时候比较不进食的状态，可是它那阵子的油脂会比较低一点点。啊，那过了那个冬季之后，春天之后，那一年4季的其他季节都蛮适合的。不错不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准备烤一夜干了。好。总算吃得到嘞。饿了吗？饿了。你太讲爱上问你有没有回到家乡来做养殖渔业这样子？我们家养殖的话，是从我爸妈那一代就开始，这个家业也不能说到我们这一代就给它断掉啊。毕业退伍之后，就回来家里帮忙了，算也回来一阵子了哈，快要20年了啊，一阵子就20年，对一晃眼就20年。可是，你大家出来撩哦，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吃在地、住在地、穿在地的。另一个，你海客史吹他一个理念啊，反正大家黑龙以前时间对，对蛮爱行，蛮爱撩。好了，我们这一只可以夹起来。好，太好了。啊，泰国的五仔鱼哦，很绵密呢。我觉得这没有烤太干是好，是正确的。烤太干应该会冻胸太咸那种。看个人的喜好，你咸地冻，汉拜人来摸一条肉板，可以配啤酒。下次可以来我们渔村住一晚啊。莫怪人家片总统都按后生，一定懂得朋友为了请料哈。对啊，他们都蛮喜欢来这边烤个肉啊，吃个鱼啊，喝个小酒这样。真的很好吃哦，没有在演，好幸福哦。多谢你的招待。